啊！日本隊，日本代表出喺隻波一斬埋嚟，頭上一線，遠處尾袋。小朋友好開心啊！小川航基啊！單元由細嘅斬中，小川航基嘅後場。小川航基對香港隊都入咗幾球波啊！之前喺東亞杯，效力荷甲嘅 NEC 尼美根、內梅亨利都叫。完場前啲人都走定先啊，6萬幾人啊！如果唔係唔知點走啊！我堅持到最後啊，唔理啊！世界最高之景色啊！呢個 banner。網仔彈柱入啊！雖然話呢場波係叫做創行式嘅誓師大會，但係都係總之世界盃前唔好受傷就得啦。唔叫友誼賽，叫熱身賽啊！世界盃前唔好再受傷就得啦。保持6分鐘。主場球迷啊，梗係希望誓師大會出發之前咧，希望大勝壯行式啦。但喺教練嘅角度就係唔好傷，盡量俾26個入選球員盡量落場，盡量啦嚇。日本嘅呢個1億2千幾萬人口，對面嗰個冰島得嗰40萬人口，一個區都多過佢啊！日本亦都係38萬，大概38萬平方公里大，對面冰島啊10萬平方公里大啫。因為人哋冰島都係歐洲第2大島國㗎啦，日本啊同大過英格蘭啊、紐西蘭啊同希臘啲咯。日本加油啊 ！anyway。